開槍嗰刻咧，我唔知你信定唔信啦，我係睇到粒子彈點飛嘅。05年開始啦，咁就開始打得有啲成績啦，咁就有幸就代表槍會開始去參與呢個世警會嘅一啲比賽啦。咁世警會其實就係全世界嘅警察啊、消防啊等等嘅紀律部隊咧都可以參與過一個好大型嘅運動會。佢有好多項目嘅，警察就最主要梗係參加射擊啦。我哋林華平警署警長係我哋警察射擊會嘅精英，係今屆警察參賽健兒裏邊奪得金牌最多嘅選手，真係非常好眼界啊！比賽攞到好成績咧，就係一個好彩嚟嘅。好彩就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在於我睇好彩呢兩個字咧，就係首先你要有一個好好嘅準備啦。咁你一個好嘅準備之後，你喺一個合適嘅時間、合適嘅地點，將你有準備嘅一啲功夫發揮到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彩咯。咁嗰次我嘅好彩就首先係自己個表現，做到平時嘅訓練嘅一啲水準出嚟啦。第二個好彩咧就係我嘅隊員亦都有一個好穩定嘅成績啦。所以呢7個金牌嘅項目咧，包括咗係有一啲個人嘅項目啦，亦都包括咗團體嘅項目啦。咁所以有2個好彩一齊走出嚟咧，咁就真係好好彩咁樣咯，就成功攞咗7個獎牌啦。射擊運動咧，其實主要咧就係講你點樣去克服壓力，處理壓力係一個最大嘅一個環節咯。因為點解咧？上到場咧，你好希望自己打到好嘅成績，咁你就會有追求。咁你個追求咧，亦都變成一種壓力嘅，咁會導致到自己一個壓力上面會打得唔準確啦，或者係令到自己有啲緊張嘅情況，甚至乎有啲運動員或者叫射手啦，佢會出現手震嘅情況。咁第二個問題，我哋會出現故障喺射擊上邊，又或者係出現喺個環節上邊係有人故障，或者有啲問題出現到係要重打嘅。你處理到個壓力，或者係可以令到隊員去減輕到佢個壓力咧，咁整體咧先會有一個好嘅成績。我哋可能要有一個想法，就係將壓力或者係一啲突發嘅事件變成自己可以接受嘅一樣嘢咯。我唔敢講話將佢變成朋友，但係你要認知到佢咯。你認知到佢嘅時候，當佢出現嘅時候，起碼有一樣嘢你唔會逃避咯。即係我哋日常工作咧，可以係好平凡噶嘛。咁但係喺好平凡嘅工作當中咧，都好多時會出現一啲好突變嘅事件。咁呢啲突變事件咪就係會出現到壓力咯。咁正頭先都講啦，燒槍就係訓練去處理壓力啊嘛。咁如果你覺得訓練去處理壓力可以成為一個遊戲咁樣啊，你當係，如果你當佢係一個遊戲而過到呢一關，解決到呢個遊戲嘅，咁係一件好玩嘅事啦。當然啦，工作唔係玩嚟嘅，咁但係我哋要有呢一種唔同嘅心態去面對咯。我覺得咁樣咧就嚟得，你做起事上嚟會比較係輕鬆啲，或者係得心應手啲咯。咁我都希望喺呢度即係推廣下射擊運動啦，即係加入咗呢個警察嘅射擊會啦，我哋會多咗好多唔同嘅槍械可以接觸到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喺透過比賽或者一啲訓練咧，去接觸到處理壓力啦。尤其是喺比賽嘅過程咧，其實係可以提升到一個人去處理壓力嘅一個機會咯。咁所以即係我都好推介其他同事去或者佢嘅親友可以去參加呢個警察射擊會啦。因為其實喺射擊運動上邊咧，一般喺香港係第一係好難去接觸到呢一個運動嘅。第二就係亦都好難會有機會係，就算你有機會接觸到槍械或者彈藥都好啦，喺個射擊場上面咧，都未必可以參與到比賽。咁我好推介啲同事，如果係有時間嘅，係想透過一個比賽或者每一個週年射擊賽都好啦，佢就會多啲機會咧去處理到個喺壓力之下去進行射擊。咁呢個咧亦都可能係有機會可以幫到自己喺真係使用槍械嘅時候咧，所面對嘅問題。而處理到壓力咧，可能對於你喺工作上面又好，生活上面又好，都係要透過呢一個有一啲方式或者有啲技巧啦，從而你幫到佢去克服到呢件事，或者係完成到呢件事咧，你先可以行到另外一個部分。我覺得
生命係影響生命嘅呢樣嘢。阿君 Sir 佢種咗一粒種子喺我身上邊，亦都用佢嘅一個技術、一個教學，令到我喺個射擊上邊有一個好大嘅得着。呢個得着亦都成為我喺日後工作上邊或者做人處事上邊一種唔同嘅想法。我亦希望透過呢一個想法，將呢一粒咁嘅種子，可能喺日後工作上邊擠喺我唔同嘅同事上邊。可能未必個個都可以落到地發到芽嘅，但係如果每個同事都用住同一個心態，我相信呢，喺佢做師兄又好啦，或者佢做個上級又好啦，只要佢帶住一個新嘅同事，或者一個唔識得去做某一件事嘅同事，佢肯用呢種心態去幫佢嘅呢，整體嚟講，其實警隊又好啦，或者係對嗰個同事又好啦，一定係有好多嘅得着。佢亦都可以揾到一個好嘅拍檔，甚至乎可以培養到更多好嘅警察或者更多好嘅上級。